这样也好，我能到九泉之下，和天宝、天机、玉娥相会了。天下，你要做个好王爷。父王已去，驾鹤西行。夫始终者，万物之大贵；死生者，性命之躯宇。是以临丧变而后悲伤，睹旧物而后哭绝。思吾父王，扫云雾以开盛世，抚明君而享太平。大德以鸿福，日月而启辉。思父王之志，而必不所顾焉。圣旨到！朱天祥听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建兴王府朱天祥恭于孝道，克于礼数，勤勤恳恳，故命其继承建兴王爵位，钦此。臣接旨。恭喜了，王爷。旧人未葬，新人已来呀，确实奇怪，怎会在此刻下圣旨？父王，天祥哥。大宝，爹，大宝在上面装避雷针呢。哦，哎，大宝，别装了，下来下来，有事跟你说。孟老爹，这么急是有什么喜事吗？喜事，衙门给王二他们重新判刑了，要把他们流放到辽东去，总算是保住了性命嘛。太好了，爹，真的太开心了。看样子他们二人的缘分未了。就算在辽东苦寒之地，他们二人在那边还可以再续前缘啊。但是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明明在衙门推翻了自己的判断嘛，可是呢，定州越来越多的人找我打官司了，你们说奇怪不奇怪啊？一点都不奇怪。对老百姓来说，他们内心想要的是一个真相。如果一切属实了，他们就自然会认命了。他们最怕的就是对真相的隐瞒。孟老爹，虽然你不算赢了这场官司，可是老百姓就是信任你这样的人呢。这次多亏有你了嘛，多亏有你了，你真是我的福将啊！哎，那今天可以让小蝶给我做2道好吃的菜吗？没问题，好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耶！你们开心就好了，干嘛要把苦差事丢给我？我才不要呢！平时都是你煮菜嘛，多煮一次而已啊。爹，还是你去吧。我煮的不好吃，我煮的可好吃了。哪有？那就让大宝。怎么了？喂，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间掉眼泪了？大宝，你怎么突然掉眼泪了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心里突然很苦闷，仿佛我最亲近的人离我而去了。天哪！
父王，别怪我，别怪我！来人！王爷，您又做噩梦了吧？下去。王爷，什么事儿？啊，刚才东厂提督魏公公差人送来贺礼，说是恭贺您继承王位。这是礼品清单，有南海珊瑚1株、夜明珠2颗、织锦10匹、贡茶2壶、锦鲤2条、老山人参2颗。行，不用念了，都放到地窖里。王爷，地窖那里潮湿，恐怕织锦贡茶放坏了，还有锦鲤也活不成了。你听不懂是吗？元丰不能放入地窖，一样不得使。是。不识抬举，竟敢把义父的好意当成垃圾放置在地窖里。这个朱天祥确实可恶，我们为他做了那么多，让他如愿登上了王位，他竟敢不俯首听命。看来这个朱天祥要的不是一个名义上的王位。那义父的意思是，他想要实权。那你就给他一个机会嘛。要是他还不听话怎么办？哼哼，听不听话的，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朱天祥，我能给你一个王爷的位子，我也能把你贬成庶民。来，贤弟。啊不，应该叫王爷。这大功已成，怎么还闷闷不乐的呢？我今天毫无饮酒的兴趣。要不这样，我也来跳支舞，给王爷助助兴，如何？哼，哼，怎么，王爷不开心？不高兴，我就不会来赴侯大人之约了。哼哼，那为何即位之日，却变成你我疏远之时呢？不知此话怎讲？听说王爷对都主的礼物很不满意。岂敢！世人皆知，我父王同情东林党人，而今我父王刚刚过世，我不好明目张胆的违背先父的意愿。但是千岁很生气。不过放心，我已向义父保证，王爷绝不是忘本之人。王爷，
莫要忘天恩。走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看来王爷深明此理，义父真没看错你。义父，儿臣当众羞辱了萧氏姨娘，那朱天祥从头到尾都不敢吭声，可见他对义父您已经是唯命是从了。可不能这么想。朱天祥表面上唯命是从，可他心里想什么？星儿，你知道吗？那义父的意思是，薛，制造一件对我不利的事件，交给朱天祥。咱们再试试朱天祥的忠诚度。好。委屈你了，将来等我真的有了能力，一定不再受制于人。王爷，奴家恳请您一事。何事？请您以后不要再来此地了。你这是在怪我吗？不是，奴家卑微，本就低贱。他们皆知奴家是王爷的人，所以侮辱的并非是奴家，而是王爷。奴家也不想让王爷难堪，王爷也不必为奴家得罪了他们。是姨娘，将来我定会让你有个好归宿。王爷，刚才有人将此书信投入府中，我开门去寻，那人已不知去向。这是弹劾魏忠贤的证据。王爷，那我们该如何是好？满朝内外皆知我父王对党政的态度。如今我继承了王位，更不能辜负了父王的希望。那依您的意思是？这封信去交给杨涟杨大人。是。老臣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你看那上面写了什么？念给朕听听。啊，遵旨。皇上，没什么，都是一些小人，诬陷老奴的奏折。我猜也是。哎，你过来，过来看看这个玩意儿。哎呀呀呀，真是稀奇啊！
鬼斧神工啊！就是鲁班在世也做不出这么好的东西来。朕花了整整半个月的时间才完成的。啊，来，坐上试试。哎，这可以吗？你是怀疑朕的技术？不，我是说这个东西太珍贵，应该由您来享用。我上去怕亵渎了皇上的精品啊。朕是想看看，它的承受力如何，看看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。那老奴就造次了啊！摇吧，摇起来。这木马还真结实啊！嘿嘿嘿嘿，哎呀，嘿嘿，哎呀，哎，摇起来，好，摇高一点，摇，来摇啊！嘿，加油！督主，魏大人，督主，哎呀，又是没事吧？没事。皇上，杨莲杨大人求见，让他去御书房等着。是，快扶我起来！哎呀呵！皇上驾到！臣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杨爱卿，你有何事启奏？启奏皇上，北镇抚刘乔因不肯听命于魏忠贤，魏忠贤竟命东厂将其绞杀。臣有证据在此。魏忠贤，可有此事？启奏皇上，老奴冤枉啊！何以证明？启奏皇上，那刘乔好好的活着，现在正在大殿外等候，是否宣他呀？宣北镇抚刘乔觐见。臣参见皇上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可能死而复生？卑职安然无恙，不知从何而来的死而复生啊？我们被耍了。启奏皇上，杨莲污蔑老奴，皇上要为老奴做主啊！你们就不能让朕消停几天？臣罪该万死。皇上，皇上，快宣太医！皇上，别动怒啊！皇上，义父，有何急事找儿臣？皇上病势危急，恐怕撑不了1年半载的了。那我们是否早做打算？如果太子即位，外戚得势，那对您可是大为不利。你说咱们找一个听话的人培养培养如何呀？朱天祥。可是我们只是稍加试探，他就拿着我们故意给他的信件去找杨莲谈婚，显然心存二意呀。杨莲的事，迟早我要处置他。不过星儿，你要学习学习用人的方法。这用人呢，你得用有把柄的人。朱天祥弑父杀弟，证据都在我们手里，你还怕他飞了不成啊？义父高明，我已经在他身边安插了眼线，如有二心，马上废了他。去，召他来见我。是。哎呀，王爷，你可真行啊！居然把老夫随便给你的一封书信交给了杨莲，让他揍了我一本。难道你忘了吗？你王爷的身份是谁给你的？9千岁息怒，天下头脑一热，失去了理智，请9千岁恕罪。哎，
现在外面风言风语，朱天宝、陆驼峰、刘福的事咱们先不说，就是建兴老王爷死得不明不白，就够你一呛。说来也巧啊，前几日侯国兴遗失了一瓶毒药，听说那瓶毒药也在你身上啊。王爷，现在老夫我高兴，如果有一天我不高兴，你祝天祥的小命，老夫随时可以取。9000岁饶命，天祥能够得到建兴王的王位，都是9000岁的恩赐，天祥感激不尽。倘若9000岁以后有任何差遣，天祥定能义不容辞，在所不惜。哎呦，王爷，你呀是如此大礼，老夫怎受得起呀？快请起。王爷，你知道老夫对你为什么一再宽容吗？因为我赏识你。我知道你的才能，只要你敢想，我就敢帮你做到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来，我敬你一杯。若楠，多吃点，补补身子。你最近太虚弱了，要好好补。若楠，今天爹把天祥给请来，是为了想商量商量你们2个人的婚事。爹，天祥哥，我吃饱了，你们慢慢吃。我们家若楠从小就让我惯坏了，王爷您别见怪。怎么会见怪呢？最近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连我也神魂萎靡，更何况若楠呢？给他点时间，我相信他总会想明白的。对了，这次刘桥的事情，晚辈不够机警，让魏忠贤摆了一道，是我疏忽大意了。真没想到，北镇府刘桥这个事儿居然是个圈套，让魏忠贤胜了一局。小侄连累了大人，还望大人见谅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倒是往后我们得特别注意，小心行事。眼下我最担心的是圣上的龙体啊。如今太子年幼，魏燕专政，倘若有一天皇上西去，朝纲必将大乱，我们应该早做打算啊。这事儿我也在想啊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但凡乱世，皆需惊天伟地之人，如嘉靖年间的徐阶徐大人，他忍辱负重，曲一世严嵩，终将恶相铲除，又培养了张居正张大人，得享万历年之太平。我们何不效仿？万万不可！你身为皇室宗亲，祖宗的遗训不可主政。天下没有主政之意，只是担心国家的前途。这个我当然明白，只是有些话往后你不能再讲，连想都不能再想。祖宗的家法不能破坏，不能授人以柄。天祥不敢忘记祖训。不过，倘若魏延一直专政，我们无所作为，我担心我大明朝将一蹶不振呢。这个你放心，时间到了，自然就会有人登高一呼。哦，那这个人是谁呢？既然我们是自己人了，我就不瞒你了。信王
信王，信王不问政事，作风荒唐，终日不理朝政，他怎么能够带领大家呢？这只是个表象。信王如果不这么做，那魏忠贤能放过他吗？好了好了，国家大事啊，牵涉很广，也轮不到你这个新上任的王爷来操心。来来来，不谈这个了，来，不提了。王爷，你可知道这射箭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直接，莫要犹豫。说得好，射箭呢，如同处事，犹豫再三只会失去良机。王爷可想好，究竟要站在哪一边了吗？事已至此，我还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吗？王爷还在担心什么呢？杨莲明晚耿直，他若知道我与侯兄站在一起，还会将他的女儿嫁给政敌吗？王爷对感情的执着，令在下佩服。这件事呢，你就交给我吧，我来安排。来来来，干！好，来啊！三位大人能赏脸前来下官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哎呀，您太客气了，我先干了此杯，以示感谢。招牌菜。哦，张大人不说我都忘了，各位大人慢用，我去看看，马上过来。好，您忙。来，刘大人、张大人，好，来，我敬二位。好，小二，再来壶酒。哎，好嘞。靠窗守卫者就是杨莲，知道吧？杨大人，您是国之栋梁，我敬您一杯。好，来。哎呀，抱歉，没事。哎呀，没事。来擦一擦。好，刘大人，快走啊！你们谁也走不了。快走，大人，快走！站住！快走啊！快走！站住！蒋大人，快走！刘大人，你们这些东厂的走狗，怎么就没有一点人性呢？走，忍着点儿。伤势严重吗？血是已经止住了，只要好好的静养，就会没事的。不用担心我，您没事就好。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怎么去面对老王爷呀？我死不足惜，可大明的江山不能没有您啊！爹，爹，你上到哪儿了？让我看。我没事。天祥为了救我，差点丢了性命。哎，别动！天祥哥，你怎么样了？别动啊！伤口刚止血，洞会裂开的啊！天祥哥，谢谢你舍命救了我爹。若楠，
我说我父王生前与大人交好，就算没有这层关系，我也会出手相救的。若男，随我来一下。若男呐，爹和老王爷的生前所愿，你是清楚的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？我不想想这些。我知道你还在为天宝的事情伤心，可是这人死不能复生，你早晚还是得走出来呀。我只想再过段日子。爹不是想逼你，只是世事无常。今日要不是天祥及时赶到，恐怕爹爹已经……爹，爹是放不下你呀。爹，你别再说了。你跟天祥的婚事，我和老王爷一早就确定了。你早一天有了托付之人，爹也就能早一天安心呐，懂吗？天祥哥，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只是还有点疼。伤口那么深，不会那么快痊愈的。也是啊，都是我的结束。为何这么说？若不是我没有照顾好天宝，他就不会掉落悬崖；若不是我没有照顾好父王，他就不会匆匆离开人世。若男，我更不应该逼你的。我现在才想明白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如果事情还可以重来，我多希望那个死去的人是我呀。若男，我不祈求你原谅我，我只希望以后能辅佐你爹爹，梳理朝政，为天宝，也为我的父王媚日，念经超度，了此余生。至于你爹爹要我们成婚之事，我自会拒绝，不会再为难你了。天祥哥，菜要凉了，快吃吧。来，小蚂蚁也知道回家，可我的家到底在哪儿啊？哎，小蝶啊，你搞这么漂亮，不像是去买菜呀，像去选美呀。看什么看？还不帮我拿菜筐？哦，大宝，看什么看？还不帮我拿菜筐？讨厌！张百仙，你还想不想吃板鸭了？哎，你还不赶快去追！快去！快！可怜我们吧，好心人！哎，走开！可怜我们，没有钱！走开！我没有钱，快走！没有钱！啊呸！哎，你这人！可怜我们吧！真晦气！可怜我们吧，好心人！我们都饿得不行了，可怜我们吧！可怜我们吧！哥，你先坐这儿。可怜我们吧！我们都快饿死了，好心人，可怜我们吧！
可怜可怜我们吧！这位大嫂，您慢点走。你看看我哥，你看我们俩都快饿死了，可怜可怜我们吧！给候选人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嫂，给你磕头了，大嫂。不用，快起来吧。大嫂，你别走。大嫂，你看我哥，一条腿，一个胳膊，一只眼睛，一个耳朵。他都快成一根棍儿了，他是个残疾人呢。你要走了，我俩今天就得饿死。再给你点。大嫂啊，你真是好心人呐！哎呀，大嫂，大嫂，你别走，大嫂你看看我哥，你来看看他呀。大嫂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哥的肺呀。他已经病得把肺都咳出来了，大嫂，这些钱给你哥看病吧啊！谢谢大嫂，不用谢，谢谢你呀，好人有好报啊，好心人呐，可怜我们吧，我哥马上就要病死了，这是我唯一的哥，哎呀，谢谢。可怜我们吧，谢谢，哎呀，谢谢，哎呀，谢谢好心人呐，哎呀，你看大哥，你说当乞丐居然这么赚钱呀？大哥。我觉得这个比当土匪强多了，咱们就假装哭两声，假装喊两声，就赚这么多钱。要不咱们以后就当乞丐吧？你个没用的东西，一日为匪，终身不悔。我们一定要找个机会东山再起，明白吗？嘿嘿嘿，这，你们走，换人了，老大。您带来了，你们这2天在集市上要饭，做起生意来了。定州的丐帮老大油水还真多，连牙都是镶金的。做乞丐好啊，比当土匪抢的又快又多。你以前见过哪个乞丐有钱啊？我跟你说，现在啊，当乞丐的地位太低，哪比得上土匪啊？对，我觉得是。所以老大，咱们在气势上绝对不能输给他们。那当然，对吧？不能说。喂，我们老大问你们话呢，没听见吗？跟谁说话呢？啊，老大，看看站在我旁边的，这才是真正的老大，独一无二。他身上失去的都是辉煌的战绩呀！事到临头了还嘴硬，信不信我打狗棒子一棒子打死你们？你呀，哎呀，你们是从哪儿来的？山上，山上没人，要不到饭才下山的吧？我们在山上干的是土匪，笑什么笑？笑什么笑啊？就你们这副德行干土匪，难怪沦落成乞丐了。哎，你们以前干什么我不管，但是今天你们来到定州，就得先拜码头。你们搞错了吧？应该是你们向我们拜码头吧？你好狂妄啊！小子们，好好教一教，让他们知道得罪了咱们是什么下场。哎呀，你们，哎呀！老大，来了！哎呀，别抢我银子！去！老大，银子。啊！跟我斗！我告诉你，再敢在街上要饭，我把你那条腿和那只眼也给你打残打瞎！把他们扔出去！当恶心人！
大宝，我问你，我爹吩咐我去买板鸭，是不是因为你想吃啊？小蝶，这都被你猜到了。好你个大宝，使唤人都使唤到我头上来了。不是我，瞧你紧张的，我逗你玩呢。不过说真的，我从来没见我爹对一个人这么信服过。他现在对你简直有求必应，连我这个当女儿的见了都会吃醋呢。小蝶，你吃醋不会像金刚吧？金刚他每次吃醋都要杀我。其实金刚这个人很好的，他虽然会生气，可是他的心肠很软的。老大，你别死啊！说真的，我从来没见我爹对一个人这么信服过。他现在对你简直有求必应，连我这个当女儿的见了都会吃醋呢。小蝶，你吃醋不会像金刚吧？金刚他每次吃醋都要杀我。其实金刚这个人很好的，他虽然会生气，可是他的心肠很软的。哎，老大，你别死啊！你死了我可怎么办呢？那个人怎么了？哎呀，快来救救我老大呀！哎呀！哎，怎么了？我大哥马上就要死了！啊，死了？快让我看看！快救救他！啊，他还有气！大宝，有气儿，你快扶他到千金堂，让师傅诊治一下。快，大宝！谢谢，谢谢。哎，来。大夫，我老大没事吧？他会不会死啊？大夫，求你了，救救我大哥吧！他真是太惨了。这伤口和纱布都粘在一起了，怎么拆呀？那就用力扯吧。啊！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大哥！别紧张，他会没事的。等化脓的血水喷完，上药膏，伤口愈合就没事了。那你说他不会死了？这我不敢保证，万一伤口烂了，肯定死。起码现在还活着。只是你们老大怎么回事？浑身无一处完整，怎么伤的？我行医这么多年，还头一次见到有人的身体都缺一半。对呀，他现在除了鼻孔是成双的以外，其他的都落单了。都是因为我，要不是因为我的话，我大哥也不会这么惨的。他怎么因为你把自己弄成这样了？我小时候家里很穷，我跑出了我们村子，到外面找活，结果活没找着，我的钱袋被人偷走了。我又饿又冷，我在山间的小路上睡着了，在梦里我就想，如果有个人能给我口饭吃，我一辈子都会跟着他。当我睁开眼的一刹那，我看到我大哥伟岸的身影，他浑身散发着希望的光芒。从那以后，我就跟着我大哥，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土匪。土匪？我居然把一个土匪救回来了！哼，土匪当成这个样，真是不简单呐！我看你们老大不怎么行吧？哎呀，我老大可有名了，叫独眼龙。可是自打我跟了他之后，他就特别倒霉。我们每一次去劫别人，都劫不到东西，而且每次他都少一样东西，现在都变成独一无二的了。哦，你老大的独一无二，现在变成全天下唯一的了。没错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这都是因为我，要不是因为我老大也不能变成这样。现在就连要饭都被人欺负，该死的人是我呀！如果我老大死了，我也不
活了。别哭了，你放心吧，我师傅的医术可好了。上次大宝摔下山崖，全身骨折，不到1个月，我师傅就把他全给医好了。真的吗？放心吧，有三娘在，你老大不会有事的。小心！姑，你这把人分尸了你！婚事是否顺利啊？哎，女人呐，既然这个杨若楠这么难搞，不如由我做主，把兵部侍郎的女儿许配给你，你看如何？9000岁的美意，在下心领了。啊，只不过晚生心中还容不下第2个女人。啊，可惜杨若楠不领王爷这份情。我倒有个办法，皇帝赐婚，谁敢不从啊？皇帝赐婚，王爷，这是多体面的事啊！啊，只要皇上下旨，你和杨若楠的婚姻肯定没问题。倘若皇上真能亲自做主，事成之后，天祥定当重谢千岁。哦，王爷打算怎么谢我呀？千岁想要什么，吩咐就是了。啊，好好好。我近日来夜夜做噩梦，那些东林党人要取我性命，带头的还是那个杨莲。哎，我要除掉这个杨莲如何？哼！我在跟你说笑呢。不过，真要有那么一天，王爷知道该怎么办了吧？啊？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不会是死了吧？没有牛头马面，不是阎王殿，那就是天堂了。哎呀，看来老天呀，可怜我，知道坏事做的不多，让我上天堂享福来了。老大，老大，你活了，老大，大哥，你留
流了整一大缸血，你都昏迷3天3夜了，你活过来了，太好了！斗鸡眼儿，我没死吧？没死，你不活好好的吗？你。我打死你！你为什么不让我死？你为什么不让我死呀？你为什么要救我呀？我要上天堂！我要上天堂！老大，你冷静点，老大！哎呀，老大，你太暴力了！你忘了咱们是土匪，咱们就是死了也得去地狱，上不了天堂。我要上天堂！我要上天堂！上天堂！你们是谁呀？我兄弟斗鸡眼呢。哈哈，他说怕你缓过来要打他，说出去躲一躲。躲一躲。躲一躲。不是。他能躲哪儿去呀？哎，麻烦各位了，帮我找找我兄弟斗鸡眼儿。我这伤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？天外之人，天外之人，天外之人。对，他就是天外之人。上次他用了什么不知名的武器打了我3个包之后，从此厄运就跟着我呀！难怪我来到这儿当乞丐都被打呀！这就是冥冥之中天外之人又出现了。喂，听你这么说，你认识我？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哎，别害怕啊！起来，别怕，起来坐啊！起来坐，慢点啊！过来坐啊！放心，我们呢虽然脸长得难看，但是心肠呢还是好的。对啊，我们既然救了你，就不会伤害你的。快吃菜来！来，那边没有手。哦。大宝，快来坐，来吃饭了。好。谢谢。吃饭。当时啊，斗鸡眼还没有加入我们，我带着兄弟们正在那儿抢戏班子，刚要到手，有一个像房子一样大的鸟蛋就飞过来了，就是他，他就坐在鸟蛋上。房子那么大的一个蛋，那能坐上去吗？那有多大的鸟才能下那么大的蛋？蛋壳那么滑，它怎么爬上去的？那个蛋能吃吗？可是驾驭这个鸟蛋呢，要有法术。法术啊，那还是人吗？大宝这么聪明，说不定是天神下凡呐。难怪他从悬崖上摔下来都死不了呢。哎，大宝，你教我法术吧。有没有法术可以不用蛋就能飞？大宝，你怎么了？大宝，你好些了吗？头还疼不疼啊？不疼了。小蝶，刚刚独眼龙说我是从天上下来的，是真的吗？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呢？你不要再想了，一想头又疼，把我们都吓坏了。小蝶，你曾经说以前见过我，那我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知不知道？其实咱们俩不认识。当初我们在京城遇见的，就在那天，你欺负了我。你是女孩子啊，我怎么可能会欺负你呢？不可能啊！你还说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，可在那天，
你居然把我的初吻给夺走了。难怪一开始你就不喜欢我，还总想赶我走。原来我不是个好人，是个好色之徒，看到漂亮姑娘就想强行索吻。换成是我也会生气的。那我们是在什么地方遇到的？大街上？酒楼？还是妓院？妓院？我竟然跑到那种地方！是，我只不过送个药，路过你身边。可是你竟然当我是青楼里的女子，抓着我就强吻。为这件事情，我难过了好久。哎，够了，你别再说了，你越说，我越觉得我是个混蛋。小蝶，不管我以前对你做过什么，我现在郑重的向你道歉，请你原谅我。我发誓，以后绝不会再对你不礼貌，下次要吻你，一定征得你的同意。如果还是贸然非礼你，就遭天打雷劈。哎呀，我已经不生气了，你干嘛还发这么重的誓？那我现在能征得你的同意吗？你居然得寸进尺啊！皇上赐婚，钦此。臣领旨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恭喜你了，杨大人。公公辛苦了。小的告退，大人请留步。公公慢走，恕不远送。哈，哎呀，若男，你怎么还不起来呀？真没想到，皇上居然下旨赐婚，真是皇恩浩荡，恩泽我们杨家呀！以后有天祥照顾你，爹就不用那么费心了。哎，若男，你怎么还不起来呀？啊？哎，女儿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啊？哎，王爷，求您在天之灵，保佑天祥哥不再受伤。天宝，请你祝福我们。若男，你答应了。天祥哥，小心你的伤口。我多希望我的伤口永远都不要愈合，这样你就能一直照顾我。哎，你看那个，哎，小翠，你看那边，真热闹。是啊。我们去绸缎庄看看吧。才2盒吧。走。太干了。冰糖葫芦。几位客官，来看看面料啊。这些面料还喜欢吗？这些面料的颜色都挺不错的。这位姑娘真识货，我们这里的面料全京城独此一份，而且每种颜色只有1匹。姑娘，你要扯几尺啊？全都要啊，这够做几10套衣服的。
可是我要让我娘子身上的面料和花色，都是这个京城独一无二的。嘿，您家娘子可真幸福啊！小翠，快！哎，把面料都放好了。好。哎，来，快帮我一下。哎，好。这些面料都很珍贵的啊，小心别弄坏了。来，陆南，陆南，陆南。哎，姑娘，你为何要抢我的玉佩？快说，你这块玉佩从哪儿偷来的？哼，你看我这模样像个小偷吗？这是一位好友相送的。他长什么样？他年纪不大，个子不高，但是相貌堂堂，两眼特别有神。他在哪儿？快说，他在哪儿？他在我家养病，你想要见他，那就请随我来。请。哎，请等一下。请问，你朋友他得的是什么病？啊，小病，风寒。那你朋友叫什么名字？你的问题还真不少啊。好，那我也不怕告诉你，那小子害得我差点破了产。你长得还不错，那么你就替他还债吧。别死啊！你快醒醒，别死啊！你还没告诉我天宝在哪儿呢。若楠，快起来，没事吧？刚才没事了，我陪着你呢。啊，我该不该告诉天翔呢？天翔哥，若楠，我刚才让人查了，那个恶人是鬼市的恶霸，专干欺男霸女之事，是个恶人，死不足惜的。天翔哥，我累了，想休息一下。哦，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天翔哥，我想求你答应我一件事。再过不久，你就是我名正言顺的妻子了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。算了，可能是我刚才受了惊吓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好，你先歇着，我先走了。天翔哥，如果天宝没有死，我怎么能嫁给你呢？生儿女儿郎，耶，起来了。哦，哎，别写了，
哎，干嘛呀？跟我走。哎，干嘛去？我问你啊，这既然你是土匪，你的武功一定很高吧？那当然了，在我们团伙里头，我大哥武功最高，第二就是我。要我能做第二把交椅吗？哎，干嘛呀你？那太好了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自从我习武之后啊，我一直找不着人比试，可现在终于找到对手了。我现在就要对你下战帖，咱俩较量较量啊！比试比试。你要跟我比试比试啊？对啊，来吧。快来。行。其实呢，我也挺长时间没活动筋骨了。那来吧，来。不是你配合战士，踏浪拳，凌波微步。来吧。哎，豆姐儿，你别跑！早饭来啦！停！咱俩比划比划啊！哎，呀，有话好说啊！咱们今天必须得比划比划啊！哎，你以为我缺心眼了是不是？我要站住，不得让你把我打死啊！大家快看看，他疯了！豆姐儿，别玩了，早餐吃完我们该走了。啊，走？往哪儿走啊，大哥？走一步算一步吧。既然没地方去，干嘛还要走啊？留下来吧，放心吧，孟老爹和小蝶不会收你钱的。是啊，你伤还没有痊愈，真要走也得等你伤痊愈了以后再走吧。痊愈？我现在全身只剩下半边了，就是这个大宝给我带来的厄运。你看他现在坐这儿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的厄运就会降临，没准下次连小命都保不住。嘿，我劝你们呀，都得离他远点，免得跟我一样惨。怎么会啊？大宝来了之后，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乐趣了。何况我们的运气也变好了。怎么可能啊？或许厄运都被你抢走了吧？你留下来吧，你缺手缺脚的，哪儿也不能去。这样吧，我来帮你恢复你原来的样子，让你有手有脚，甚至有耳朵。至于眼睛呢，我就不敢保证了。等你恢复了再走也不迟啊。怎么可能呢？你要是真能让我长出手脚、耳朵，那你不就是天神下凡了吗？是不是天神下凡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相信自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。哎，大哥，我看要不咱们就试试吧，反正你就变成这样了。要是治出来呢，咱们就算捡着了；要是没治出来，咱们也不吃亏，死马当活马医呗。你他娘才死马呢！行，我决定留下来试一试。哎，不过你得保证我这半边的安全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动你那半边的。反对！万一他有手有脚了，再出来危害世人，再出去打家劫舍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对呀，危害社会啊！我觉得现在不错，只剩下一半的话，就只能让人欺负他，他不能欺负其他人呢。我发誓，如果我恢复了，我绝不再当土匪。如果我再当土匪抢人，就让斗鸡眼跟我一样，全身上下只剩半边。对，我永远追随我大哥。大宝，你真的有办法让独眼龙长出手脚来？我只是有一个想法。哎，吃饭了。岳父大人，小婿以为用金银珠宝做聘礼太过世俗，那这第一箱是我们府上收藏的唐银字画，不错。这第二箱是有100年历史的高丽参，这一箱是岳父大人您的文集。我的文集？没错，正是您的文集。哎，小婿收集整理了大人多年的文章诗句，印刷成集，这是刚刚印出来的首本。
岳父大人文采斐然，此集必然流芳百世。这个文集印刷的真不错呀！啊，岳父大人，小婿想去看看若男，请岳父大人应允。你们俩打小一块长大的，也订婚了，咱就不拘礼节了。去吧，去吧。谢岳父大人。王爷，通报你们家小姐说我来了。小姐她怎么了？她人去哪儿了？小姐她出去了，她让我转告王爷，说世间好的女子很多，让您别等她了。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，她仍不明白我的心意？王爷，您别伤心，兴许我家小姐需要时间去抚平天宝小王爷死去的伤痛，我相信她一定会回到您身边的。我会等她回心转意的。哇！喂，金刚，你看，那是什么呀？你终于有腿了！来，大哥，你觉得像什么？稻草人嘛。再试试，大哥。人形剑靶。我呀，觉得像灵堂两边摆的纸人。哎，总而言之，还是个人就好。我看要不请朱远伦过来，给咱们扫地吧。对，这个主意好，好主意。大哥能走吗？大哥来，大哥来！大宝，你真厉害，真的给他装上了手，还有脚啊！这东西太……当然了，是啊，我都说了，没有我做不到的事嘛。你可是多灵活啊！哎，当心，当心，当心！扶住他，扶住他，回事啊？这个，看看他的腿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听说那个杨若男又跑了，我让皇上赐婚于你，可谓全心全意了吧？他跑了，那就是欺君之罪。若男不是跑了，他只是出去散散心罢了，请9千岁不要怪罪他。我知道你深爱他，可我也不能看着你伤心呢。不过，那个杨莲，我们绝不能放过他。9千岁稍安勿躁，现在抓杨莲的时机不太对吧？哼，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就别再替他说话了。杨莲食古不化，处处与我义父作对。要不是看在王爷的情面上，义父早就命令我将他沉尸河底了。王爷，这都是为你着想。如果一再纵容此，那杨若男能回京城乖乖的和你成亲吗？依我看，不如将杨莲先下大狱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不会将他置于死地，我们只是让他入狱先吃点苦头。他女儿要知道这个消息，一定会马上赶回京城。等杨若男回来，义父再让你出面将杨莲救出来。这就叫好人你来做，坏人我们来当。但听9千岁安排。杨莲真是胆大包天呐，竟敢抗旨拒婚，这可是犯了欺君的死罪啊！
杨莲是同意这门亲事的，只是他的女儿顽劣才离家出走。哎呀，皇上，那都是谣言把您给蒙蔽了。杨莲的女儿就是杨莲给藏匿起来了。杨莲抗旨的理由何在？杨莲虽说顽固，但朕知道他是一个忠臣。杨莲抗旨，也并非他的本意。下去吧。是。哎，皇上，真是宽宏大度，真不愧是当世明主啊！皇上，您是否还记得去年的一宗案子，吏部侍郎范文谋的那个案子？其实当时皇上您是一心呵护他，可范文谋不领盛情、贪赃枉法的行为愈演愈烈。同理推断呢，老奴是怕皇上宠坏了杨莲，让朝臣不满啊。那该如何是好？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不如把杨莲关入大牢，杀杀他的傲气。唉，照奏办理吧。不过呀，你尽快命人去寻回杨莲之女，在找回她女儿之前，切不可为难了杨莲。老奴遵旨。去吧。哎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顾命大臣杨莲违抗皇上圣旨，抗旨拒婚，其女顽劣，离家出走。杨莲根本是故意藏匿女儿，现将其关入大牢。钦此。臣领旨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杨大人，对不住了。大人，来人！大人！喊什么呀？皇上圣明，我不会有事的。若男现在不知身在何方，赶紧去找人。大人！姑，我们把独眼龙留下来好不好？你看他扫地扫得多干净。大宝要是没有办法让他生出手脚，留下来当扫地工也不错。我是觉得可以让大宝多做几根手，接上剪刀或者是柴刀。那这样花草有人剪，木柴有人砍，那我们就轻松多了。好主意，接上水瓢，还可以讨我们这个茅厕。哎，不错不错，就这样决定了。大宝本来脑筋就灵光的很，我觉得他一定会让独眼龙恢复成正常人的。大宝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还要等多久啊？你别急，你再等等吧。大宝说他行，一定会行的。这个大宝能用扫把做成胳膊，能用桌腿做成腿，今天不知道能做出什么来，真的好让人期待呀！这倒是啊，他每次都能做出让我们惊奇的东西来，这回呀也一样。我对他有信心。来了，让你们久等了，我做好了，来看看吧。我的手脚好了吧？你们看啊，这个手虽然不是真的，但是有手掌还有5根手指，虽然不能跟真的一样想怎么动就怎么动，但是呢，关节可以转动，而且它还可以固定和握东西，所以我叫它做翼手。这个好玩，这比我的手臂还结实，不用练肌肉了，这打人和被打都不会痛啊！这个，还有这只脚，这只脚跟独眼龙的另一只脚一样大小。你们看这小腿，还有脚掌，还有脚趾，都可以支撑身体，保持平衡。膝关节和脚腕的关节处还可以360度转动，所以我叫它翼脚。真的很特别，好玩。何止是好玩啊，简直是巧夺天工啊！大宝不只是个天才，简直是个神仙。还有翼耳，这个翼耳是用猪耳朵雕出来的，我就是为了这只耳朵才来吃的。哇，像真的一样啊！真的是不简单。这翼耳是猪耳朵做的，
放久了不会馊掉吧？所以你每天睡觉时要把叶儿拿下来泡在酒里头，这样就能保持新鲜。哇，太好了！那以后我们饿了还可以把它吃了，没准还能下酒呢，拍点根黄瓜。你就知道吃啊！什么黄瓜？我他妈饿了，第一个先把你耳朵吃了。来，帮我试试，试试啊，试试，来。哎呀，哎，哦，老大，你终于变成正常人了！大宝，你太厉害了！那你可以给我一个鼓励吗？我对男人没兴趣啊。小蝶对你也没兴趣。你来啊，干嘛？打我！疼不疼？疼不疼？啊，疼！该你，大哥，一点损坏都没有。以后我们再也不怕别人欺负我们啦！大宝，你就是天神下凡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！我一辈子也报答不了你。好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乖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谢谢你呀，谢谢你呀，我爱你。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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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爷，王爷，你没事吧？小六子，你来多久了？奴才刚刚打洗脸水进来，准备给王爷起床用。我刚才在梦里都说什么了？好像是说了。你听见什么了吗？奴才听见您说天宝不是您推下去的，还说老王爷毒药什么的，断断续续的。后来我也没听清楚。过来。啊！